有关交通的消息，为3月份开始，有一寡措施甲优待拢有调整。台北捷运的劳主顾优待有减少，原底是拍7折，会变做是办5折。若新北市有8个所在，机车的停车价嘛要开始收钱啊。另外，伫台北车头甲玉山公园附近，机车的停车价会变做是1点钟10块，一天上济是50块。 两边的机车停车格全号停满，台北市玉山公园西边挖近台北车站、甲台北转运站，要找到机车位，可能要等拄好有人要走。这里太难找位置，之后要变成计时了，就是这样比较好找车位。路边这样子一次计时的话，其实对一般骑机车的人来说，荷包多少都会有缩水。 台北市政交通局观察玉山公园四边的机车停车格使用者，有真侪是停了后到车站坐车到外地族群，一停就是1、2天，影响有临时停车需求的民众。该算点钟收钱，通提关周转率。改成计时收费有上限的一个措施，他们可能可以考虑说，他是不是可以透过譬如说坐捷运或公车的方式，去降低它的 支出的一些交通成本。这也是台北市头一届进行机车算点钟收钱的区域，自3月初3开始，以每点钟10块算钱，全港上济50块。又若3月开始，新北市对机车收钱有新制，扩大8个挖近捷运站、火车站4边停车格等所在列入收费的区域，大概20块。未来也会随时检讨，敢有算点钟收费的需求。 台北捷运也对3月开始推出新的乘客优惠措施，对原本7折到9折的优惠调整做办5折到95折，1个月坐11届到20届的优惠，等于是全票票价95折，爱坐41届以上才会当达成相关的回归15%的标准，10节开就是全票票价办5折。就算优惠缩水，还是会使用，还是会，整体通膨一定是 物价会越来越往上涨。本来是7折嘛，都没有人，要95折的话，我觉得年轻人来讲，他们真的心里有不平衡。台北捷运指出，面对电钱、薪水和基本工资等起价压力，去年头一届出现亏损。经过市府核准了后，捷运乘客优惠对今年3月开始调整。不过，旅客可当配合交通部2月初1开始推行的 T-Pass 2.0公共运输乘客优惠。若使用 T-Pass1200块通勤月票的旅客是无受影响。公司新闻采访报道。